来看驻美代表伊大雷向白宫滥用公款，立法院要求外交部爱交调查报告。外交部表示讲，因为代表宿舍有真侪家具、佮设备拢歹去，嘛已经超过使用的年限咯。毋是亲像媒体报道的讲开800多万，实际统计金额是开新台币139万元。关于本案，驻美代表处已提供书面报告，外交部也据此完成了调查结果。相关结果，并已依据立法院外委会的临时提案要求，答复立法委员。外交部的报告指出，讲宿舍的碰椅佮眠床组拢已经使用超过20天咯，厨房的家私会老哦，所以种种设备的开销大概是42919块美金，差不多是新台币139万元。外交部嘛强调讲，驻美代表伊大雷上任半冬，有甲120个美国国会议员互动，佮有甲20间重要智库的领导阶层嘛有接触，嘛捌接受9间外国媒体的访问哦，是真肯定伊的表现。